咁啊，見到李茅都用個手勢啊，即係叫佢定啲咁啊手勢。咁啊，其實對於李元一嚟講啦，可以喺今場賽事同林丹而家爭逐到呢一個位置，即係表現嚟講都已經係超水準㗎啦，我覺得。係，即係以佢昨天嗰個比賽嘅嗰個表現嚟講咧，就今日明顯咧就好過尋日個比賽。咁啊，呢一球都係入界啊，20-17，林丹咁啊攞住3個 match point。咁啊，而家換句話講，仲爭1分咧，咁啊應該林丹就可以贏波噶啦噃。咁啊，但係球證就將嗰個分數判翻俾韓國，咁啊，所以頭先咧轉一轉翻變咗做19-18，但係林丹都不慌不忙，立即搶翻1分先。呢一下扣殺靚啊！係喺關鍵時刻咧，佢就使出佢嗰個看家本領啊！好啦，咁啊，真正去到林丹嘅 match point 啊，仲差1分，林丹咧就可以取得呢邊金牌。但係再嚟翻一個好靚嘅網前球啊！呢啲球波真係靚啊，真係點都估唔到喺下手波。嗱，其實李元一已經好被動啦，見到林丹向後退，咁結果咧佢係反而係放咗個網，真係非常之大膽嘅嘗試啊！咁啊，呢個李元一亦都係攞到個轉折點，就成功就追翻1分，就20-20，又再打刁時。咁啊，去到呢個階段真係誰勝誰負，真係好難判斷啦。大家真係要趁呢一個機會好好深呼吸啊！可以話幾度嘅起伏，跟住李元一仲要攞到呢個優勢添，再一次放翻去前半場嗰度攞埋呢1分。21-20換到去李元一嘅 match point， 全場嘅觀眾啊，亦都為之振奮啊！危險啦，真係危險啦！果然睇呢個重要關頭，林丹繼續用翻佢嘅招牌殺波。喺頭頂殺咗個大斜線，咁啊見到李元一亦都係伸展唔到個步伐，俾林丹就追到21-21。咁啊變咗而家形勢，大家又拉平翻啊！見到林丹係搶波，嗱咁啊呢一球有少少我哋角度覺得咧就好似出界。咁啊！但係咧，裁判就將嗰個波咧就判咗俾韓國隊。嗱，咁啊見到兩個教練咧，冇喐手。咁啊有少少嘅衝撞。嗱，而家林丹其實喺場裏邊仲拗緊嘅。嗱，我哋頭先個角度其實就啱啱好喺個界邊，咁啊真係要再睇多次先至知道究竟係唔係真正出界，但係暫時嚟講球證係判咗出界，即係俾咗韓國。咦，哇！連林丹自己都火起啊！冇，即係千祈就唔好。咁啊，其實兩邊都係咁緊張啊。同時間其實韓國方面呢1分亦都對佢哋好關鍵。咁啊，所以咧難怪佢哋嘅教職員都咁緊張。咁啊，但係當然啦，比賽其實所有嘅比拼都應該要喺場上邊去解決啊！因為頭先林丹嗰啲咁嘅舉動咧，就俾球證咧就係一個黃牌。咁如果呢個時候林丹再沉住氣，再做出一啲不必要嘅行為嘅話咧，就危險啦。再俾多一個黃牌嘅話咧，就會輸咗呢一場嘅比賽。因為喺球例咧就連續出示2個黃牌咧，就係失1分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林丹應該嚟講咧，就要冷靜翻自己嘅情緒。咁啊喺比賽當中咧，就呢種咁嘅情況都經常發生噶啦。咁啊，如果裁判已經係判咗嘅話咧，就基本上就好難再判翻轉頭啦。應該集中精神打翻呢場波。實在係太難相信啦！22-21，林丹落後，但係呢1分輪到李元一打失咗。係呢球波，李元一就接殺波係打得太短啦，亦都令到林丹呢就喺網前一個快速嘅放網得手。大家真係要落足眼力睇一睇啊！
靚波，再嚟一下招牌波離心獨劈咁樣殺落去，23-22，睇嚟真係頭先嗰面黃牌有少少激起翻林丹嘅鬥志，係啊，仲差一分嘅啫，林丹能唔能夠贏出？攞唔到啊！繼續下壓搶網，雙方球員都好集中精神啊！靚波救得靚，半場冇機會落手。好，啱啱諗一諗網，未出界啊！飄得起好嘢，仲未分出勝負啊！哎呀，真係慘啊！呢球係出界啦，真係精彩啦！呢球波好多個來回，即係好多個反控，互有控球，但係最終咧就林丹咧喺底線就打咗出界。咁啊，而家個分數咧亦都係打到23-23，真係好難估究竟邊隊係呢一個球手係可以勝出啦。可以話真係一浪接一浪啊！咁啊，而家又再拉翻到去均勢23-23。咁啊，頭先雖然就話大家有少少口角咁啊，但係平穩翻入翻去個賽事，即刻打翻球來回球，可以話睇到不單止話係現場，就連而家喺電視機旁邊一路欣賞緊呢一場比賽嘅觀眾都係啊，可以話上氣唔接下氣啊！咁啊，但係暫時嚟講個形勢方面，財叔覺得邊比較好啲咧？即係理論上林丹應該係佔優嘅，因為佢有一下咧就係進攻，但係好多時喺呢個重要關頭佢就唔肯去用啊。咁所以當你唔敢去攻嘅時候，往往反而俾李元一就搶到個網，因為始終李元一喺網前球嘅嗰個手感亦都係非常之出色。好啦，而家非常之危險啊！冇錯，攻㗎啦！哎呀，真係慘啦！呢個時候先至攻落網，應該要早啲攻，佢又唔攻，到咗最後關頭咧就攻落去，反而就有少少手軟打到落網。咁啊，結果咧就係林丹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輸咗俾南韓嘅一哥李元一，再一次輸俾翻版，即係可以話係亞運會嘅翻版啦。呢個賽前好難估計得到啦。好，咁啊，欣賞完男單呢一場嘅決賽啊，咁啊一陣間咧都仲有幾場精彩嘅比賽啊。咁啊呢一場男單嘅決賽，最終由韓國嘅李元一喺主場贏得咗今次嘅冠軍，完全係出人意料之外。因為喺第一局李元一曾經以4-21大比數輸咗俾。咁啊，亦都立即同大家去到男單嗰方面嘅頒獎禮。咁啊，可以話冇諗到係呢一個畫面出現啊！咁啊，各位嘅球迷其實都滿以為林丹可以好輕易地喺韓國公開賽呢一度順利衛冕咗佢嘅冠軍，亦都再次企上頒獎台嘅冠軍位置。但係估唔到呢一位06-07年嘅世界冠軍，最終係無緣問鼎呢面嘅金牌。但係到而家為止咧，我都仲係有少少嘅疑問，點解林丹咧就今日咧就唔係好願意係主動去進攻？咁呢個真係一個非常大嘅疑問。究竟背後係有啲咩原因呢？點解要去到最後加分嘅時候先至落手呢？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要考考我哋嘅智慧啦。究竟係乜嘢原因啊？咁啊！始終勝負已分啊！喺上年先至正式被新增為呢一個嘅大賽國際羽毛球超級系列賽。今年係第2年舉行。08年韓國公開賽男單嘅冠軍由韓國嘅李元一喺主場嘅7000名觀眾嘅注目底下，可以捧走咗呢一個嘅男單冠軍。亦都係可以話，對於佢哋球迷嚟講，一個非常之大嘅禮物。